基本工资的调整的时候，雇主团体就总是一昧的就是反弹抵制。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往往都成为政府跟雇主团体他们要动涨基本工资的理由。从1997年到2006年，也曾经动涨了10年，但这10年里面呢，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每一年平均起来几乎在4.81%，他们还是把它动涨了，所以表示经济的成长，它的成果呢，并没有让基层的劳工去享受到，而且这10年来的动涨呢，产生台湾的低薪。台湾的低薪来调整的标准应该是2733，2733，现在是238。基本工资做一个调整，不管是月薪还是时薪，那乃至于说劳工希望多少，当然劳工希望的是能够比较高幅度，务必一定要涨。但是所谓的调涨，可能是比较温和式的调涨。那至于温和式的调涨，我想这就是大家在会中大家去各抒己见了。平均所得在中位数以下的2/3就是一个低薪在我们台湾呢，我们把它换算过来呢，是在27333块以下就是低薪。所以我们认为说，既然蔡英文总统有说过，他希望调到3万块，那个基本工资调到3万块，我们认为说，他也应该每一年要持续的有一个调幅在他4年任内一定要调到3万块。那我想各位都知道，基本工资是对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照顾我们弱势劳工的基本生活，尤其对于收入处于基本工资边际的劳工而言，基本工资的保障是不可或缺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经济跟社会情势都跟过去不同。疫情冲击虽然还没有完全消退，但我们随着下半年度国内经济活动的逐渐恢复，事实上最近的这个就业市场是有稍微回温的一个迹象。那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是劳资政学对话的一个重要平台。那我希望各位委员能够在兼顾劳资权益的考量下，那么今天能够充分理性和谐的沟通，那么期许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顺利来凝聚共识，提升劳工的福祉。调涨基本工资。